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来乐团的编制，然后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他是我们今天的贝斯乐师，他叫扎克。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位很秀气的鼓手，女鼓手，她是阿喵。然后呢，在我旁边这一位非常优秀的这个吉他乐师，他也是最近刚出了一个个人的专辑，演奏专辑，他是 Paper。然后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对，那在我身后的这位穿横条纹背心的这个男生呢，他是我们的团长小白。对。然后我是香西亚的妹妹小乖，那我是香西亚的姐姐大乖。对，很好记，小乖跟大乖。那今天很开心回到北投，也算是回娘家。没错，对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北投跟陈老师认识，然后学习乐器，然后也才开始去想，原来台语对我们来说，因为原本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东西，我们原本其实不太会讲台语，然后也是因为陈老师的关系学习乐器，然后呢听到了非常非常多传统的民谣，才开始去思考说，哇，原来台语这个东西是这么的美丽，然后也开始就是尝试用台语来创作。对，那带来我们第二首歌就是我们最新的一首创作，那它是全台语的歌曲。那他在写的呢是我们今年春天在花莲新社的认识的噶玛兰的一群朋友，那大家听听看，听翁春天。
一下这首歌好了。这首歌是我们今年春天写的。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去到新社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去那边帮当地的噶玛兰原住民他们做了他们属于他们的第一张他们的母语专辑。因为在那之前，其实噶玛兰文化是算是比较弱势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歌曲。应该说没有他们自己的歌曲记录，所以就是我们一行人就跟着黄培玉老师去到那边去帮他们记录一下他们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听了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当时呢，他们一开始不是在新社这个地方，是在以前他们的祖先乘着船在太平洋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寻找他们到底要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样。然后于是在夜晚的太平洋中，他们就发现远方有一座发光的圣山，然后这座山叫做拉拉板山，对。然后于是他们就循着山，然后一路的就是往新社这边靠岸，所以就是我们写的这首歌，对，记录他们的故事。那一次我们去新社的时候，晚上看过去那个拉拉板山，它晚上是真的会发光，就是在黑暗之中，然后你听得到海浪的声音，然后你看到远远的地方有一座发光的山，那就是拉拉板山。所以是这首《行往春天》。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大巴手》。为什么叫大巴手？其实我们有点扭转的意思，我们听听看好了，好不好？我们先唱给大家听。对。写这首歌有一点悲伤，因为不知道大家都是，我们
都是8年级生。然后在我们的身旁有许多的好朋友，都跟我们一样，就是其实原本不是台北人，然后是上来台北，就是租一个小房子这样，然后在这边打拼工作。那原本的台北怂应该指的是例如说，今天一个台北人，他今天到可能中南部去，然后他看到可能东泉辣椒酱好了，波哥饮料这种，然后台北没有的，然后大家笑他是台北怂这样。对，可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其实自己就是生活在台北，我们是台北怂，可是不是原本定义上的那种台北怂，而是我们生活在台北，可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跟这座城市蛮格格不入的。对，因为房价很高，物价很高。然后每个月的薪水很少，就是付房租就没有了。对，那我们就是把不止我们遇到的状况，然后也把我们朋友遇到的状况，就把它记录成一首歌曲这样子。台北怂。然后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那这首歌曲呢叫做《魔法阿嬷》。那当初会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去找我阿嬷，然后我阿嬷她现在很辛苦，还在一栋那个大楼里面在打扫厕所。然后呢，我第一次去我找不到她，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因为阿嬷的手机也没有通。结果我就突然间呢听到那个大楼的地下室传来那种拉力很旧式的那种收音机的那个传来很轻快的那种音乐。我想说我去跨买后，然后就跟着音乐去，就一看到这个拉力就放在厕所外面，然后我阿嬷呢，她就很可爱，她在那个厕所里面很卖力的打扫。然后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我阿嬷是一个法力高强的魔法阿嬷。是，你听听看，也是一首全台语的创作。大家有看过乐琴吗？有吗？有看过的举手。戴小杰后啊，都有。这是北投就是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台湾乐器。是陈老师他在这边深耕了非常非常的久。那其实从这个前几天开始，在温泉博物馆的这个乐器民谣季也已经开始，而且今年刚好是第10周年，所以有非常多的活动。那我们打个广告，我们10月2号也会在民谣季有表演，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就完全都是乐器。好，来带来这一首《魔法阿嬷》。
谢。真好那其实啊，就是这首歌曲，它里面歌词有写到说，亲戚溜溜，亲戚溜溜，本手变甲金细细，然后为什么又会说本东甲甲康康康？比本寿家呢？对啊，就乍听好像有点不卫生，但是我阿嬷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她打扫很辛苦，然后她其实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因为那其实一整栋大楼有很多间厕所，然后都是她一个人要把它扫干净，所以她其实连休息的时间都很辛苦，要赶快抢那个时间吃便当，然后休息。对，那其实我们觉得，在台湾有很多基层工作的族群，对，其实我们的作品比较多是这类的方向，因为我们觉得就是看到一些故事，然后就会想要透过创作，然后跟大家分享。对，那今天带来我们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曲，大家都会唱。对，这首歌曲应该大家是非常耳熟能详的歌，叫做《亲密爱人》。那这个中秋节也快要到了，我觉得这个有月亮的节日啊，就是都是非常的浪漫。所以呢，等一下带来这首歌曲，就是等于预告一下中秋节，可以跟你亲爱的人，然后准备。听说今年是4天的连假，对，然后我讲这么久，然后我们踢的手，好，好，我们来亲密爱人。最后一首歌，会唱的欢迎上来抢麦克风，没错，非常欢迎。这首应该大家都会唱。我看到现场有很多情侣，欢迎在我们的绿色草坪。没有那个 kiss cam， 在绿色草坪上拥吻。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我们今天有小粉丝来到现场，好可爱，我的天啊！活动都结束了，好可爱哦，好可爱。Ryan 跟蓉蓉怎么突然很像婚礼？还蛮适合进场婚礼场。谢谢你们。谢谢我们2位可爱的小花童。那我们今天的演出就到这边，然后我们是湘西呀。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呢，欢迎上 Facebook 跟 IG 搜寻我们双生仔，帮我们按个赞。那如果觉得刚刚的小朋友很可爱，赶快去找你们拍照。